こんにちは。咦？等我睇下你哋有冇好好做好節約能源措施先。哇！咦？哦！確保雪櫃門同墊緊貼，雪櫃溫度維持4度，同負18度。すごい！全部都係用 LED 燈膽，すごい！有咗佢就可以隨時隨地掌握用電嘅情況，撳幾個掣可以睇晒全年用電量嘅比較圖。咦？最近3個月都有減幅喎，同上年同期比較都慳咗。睇埋全屋用電分佈，一目了然啦。雪雞同同類型嘅家居比較，我哋嘅家居用電評估係屬於 A 級。喺我悉心教導之下，你哋終於成為節能先鋒，我真係太感動啦！想好似我咁成為節能高手，即刻 download 中電 app，登入智能全方位啦！